遠可會轉出故事？轉多遠可會轉出勵志？生老病轉出種種意思，可會想死卻不願意。如那風倒過一瞬滅亡，就那方黑暗中找生與死，圈中對望。笑生與生互播野，在那天才說雨中若只得一個我終於我將做個你，是那寂寞在遠親，進進退退也同得，一邊鬆開一邊拉緊，天使跟魔鬼最合群，都保衛着天真的心。做對的，錯的，語言中沒得證。話語好似雨飛落如負重拉扯。時日唔夠，永無結尾，永無憂，就讓寂寞沒有盡頭。天使跟魔鬼永合謀，都保衛着想找出口，或為着只可死守。天氣好，仍睡不好，因種讚美沒人令我很自豪。然後我不見人，不理人，瞞住我這刻感覺很糟，覺得傾訴擁抱太恐怖。難道怨下去，人間真的會了解我？很想問為何難過，想呼救，情緒極度無助，是孤獨還是失望，還是被世界折磨？假使我仍未夠好，你不要唾棄我好嗎？隨便笑下去，喜歡的可以中傷我。普天下病人無數都在這邊陪你寂寞，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方，別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陰影跌下過。不會死才是勝利，超出那角落裏導師的預期。其實我很好奇，真好奇，何時要越要這種心地？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，隨便笑下去，喜歡的可以中傷我。普天下病人無數個在這邊陪你寂寞，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方，別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陰影。
我。